欢迎乡亲继续收看《华视台记新闻杂志》。台湾有超过60趴的土地，予森林来覆盖，会当讲是一个森林之岛。林木的资源丰富，但是因为长期禁止袂使你来插树啊，所以大家拢已经惯势爱种树啊，也袂使插树啊。也毋过其实哦，咱认为是正确的环保的观念，所以有可能引发着更较大环境的破坏。因为做纸、做家具、起厝所需要的柴枯，有高达99%，台湾拢爱靠进口。若来到台湾运输的航程所累积的碳排放，平均每一年是37.6吨，大约都爱960个大安森林公园的树木，才有法度来吸收平衡。台湾的森林，若是长期无来疏林，日头照袂入来，树丛就较会破病，嘛造成着生态的无平衡。所以适量来插树啊，善用着国产茶，已经将做台湾森林永续的新课题。在东干山国家森林公园游乐区伫行，这树啊别墅是规排整齐卫兵，地骨悬。除了白鸡油以外，上这就是硫杉。如果是一个天然的森林，它应该是有很多可能有很直的树，也有很多比较矮一点的，然后看起来很多层次的感觉。但是这里大部分看起来就是很整齐，然后树都很高，然后都长得很直。好，没错，这里是人种的，我们把它叫做人工林。这片人工树林为71年前陆续栽种，今麦已经变成大树啊！这个树啊，每增加1栋重，就使吸收动力的二氧化碳，释放冻热新鲜的空气，并且将这个碳掀起来，转化为木材。因为有环保甲水土保持的功能，加上游客来这爬山，嗅到新鲜的空气，这每一丛树啊拢是宝。因为这摆林务局安排游客体验的行程，就是真无共款，爱大家找倒一丛树啊，必须爱加厝起来。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它的枝干的部分，我们其实希望这些木材是直直的，然后一直往上涨，但它在上面分开来了。那未来它可能就是我们能够比较好使用的，就是它分叉以下的这个木材，所以我们就会挑选这一棵状态没那么好的树木来做一个书法的这个示范。当这样子锯完的开口之后，我会先离开这个现场，然后再请你们把它拉倒，这样 OK 吗？好。帮我拉紧，往后拉，再往后拉，再往后拉，再来哦，再来哦，再用力哦。好，我们可以稍微往前一点，来这边看哈。期内这丛是硫杉，大家当作讲有真水的纹路，闻到柴枯的香味，想到挖近一看。怎么那么臭？因为树木它有腐朽，所以有一些真细菌在里面这个发酵嘛，所以就会有臭味。原来这丛树啊已经破病啊，若是无量早错掉，树壳会慢慢啊烂，随时有倒去的危险。详细看这片林地，都别说是集中营同款，树啊特别密嘛，特别细枝。为什么要疏伐呢？来看看这片树林，树和树之间的距离太过密集，像这棵生长不良、细细瘦瘦的已经生病，而另外一棵已经倾倒，造成危险。像这款树林其实是无健康，早期人工林在栽种的时，为了好树啊发悬，避免有其他的花，会调工将树啊栽种较密林。假设这里面有1000棵，那这些小树苗慢慢长大的时候，就会发生像这样的状况。我如果要让比较健康的树长得更好，那我就可以做什么事？把一些可能像这个看起来长得比较矮，好看起来长得比较不健康，我就把它疏伐掉。这2棵树，这个距离大概只有1米而已，因为彼此竞争，那一定有一个是会这个优势的哈。如果这边是可以去把它疏伐掉的话，它的能够获得到的养分跟土地都会比较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在这棵树啊，现在看起来这棵树的径径大概胸径大概有50公分上下哈。那跟邻近的其他的树比起来，你会发现，它是比较大的。健康的树林应该像安尼，歹就甲除掉，和树啊大长不用。取下来做利用，不是为了要利用木材而已，而是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
除了木材可以利用以外，还可以促使森林的健康。麦的树啊错了后，日头光就会使照入来，有利事物多样性的发展。新种的树仔仔和森林生生不息。本来这是一个正向的循环，不过过去的历史伤痛，和错树啊，要变成台湾森林的禁区。台湾森林100年的悲歌，为日本时代起，日本人大量咧做红桂、檜榔树甲野生的樟。平均当年有20万方，建好国民政府剃头式的错天然林，当年超过100万方。改种在你品种的人工林，天然珍贵林木是愈来愈少，山鸟鼠就愈来愈长寿。1987年，丹台林区数百公顷的红桂原始林被错下界，环保团体走上街路为森林请命。1991年，政府宣布全面禁错天然林。台湾终止迄类森林，为了治疗空嘴，开始30年的禁错令。我们伐木可能会被人家主张，那你就是在破坏森林啊，法令上面的关系，禁伐一段时间。所以就是当你这个产业是停下来的，那相关的接触人他可能就必须面临这个转型，或者是说他就会要出走。随着林地转型不再做查，台湾的林木产业一年萎缩。不过每一年台湾木材需求量差不多是600万方，相当是细满规条细山隧道。这个木材要对倒位来？无够用只好进口。当年为东南亚、澳洲、加拿大进口的木材比例有99%，台湾主要国产材使用率较无1%。国外的木材，除了它可能会有一些带来一些进口运输的碳足迹的增加以外，也有可能会用到其他国家的一些非法的天然林的木材。进口木材到台湾所累积的碳排放量，当年是37吨6，差不多需要960个台湾森林公园的树仔，才有吸收平衡。而进口木材内面，也有来自非法取的天然林，那破坏当地环境，那威胁到台湾本土生态。这些非法进口的木材，因为它可能没有一些处理或者是检验，所以它可能会有一些外来的动植物夹杂在里面。那这些一般外来种对我们本地的侵害，就是可能它没有天敌。像沙士变色杜丁，随着木材为中南美洲漂洋过海来台湾，2002年发现头一只，20年后对生态已经造成重大危害。意识到新挖矿进口材引起的问题，林务局2017年进行全国森林的清点，推动木材使用的在地化。计划10年内要将国产材使用率为较无1%增加到5%。我们已经保护了140几万公顷的林地，只有拿出11万公顷的林地来进行林业生产的规划，这对台湾的一个林业生产部分，或者是环境保护部分，都是可以来兼顾的。拉的时候用力，推的时候轻轻的，有没有听到声音？有没有不太一样？所以你在锯的时候哦，你要听到像这样的声音。囡仔头一摆举啊锯叉箍，这是为人工林错落来树箍，体验用上爱原始的方式，家己做杯仔做。你用的不要放，快到，很累呢哦。可以啦。有了，对，就是这样。做树无轻松，体会到做树的人的辛苦，嘛熟悉树啊除了是动植物的厝，嘛会使量享受更多种以外，做落来了后，嘛是生活上的好伙伴。就是这样。那我们到前面这边去看，好。疏伐下来这些木头可不可以用？可以。那你们觉得可以做什么用？堆肥。还有呢？烧掉。家具。疏伐下来的木头还是有很多用途，有一些它的木头还是很好用，像你后面看到的那一座。这是淡江大学建筑系师生伫树林带半个月时间，用东干山在地树林的柳杉所砌起来的观景树台。看到这个弯曲的这个曲面，它就是一个原木哦。这一个弯曲的这个全部都是同一棵树。伫台湾大丛的树啊，比进口的木材更较有度适应台湾高雨较湿的环境，会使作为建筑结构。无同款的树啊，有无同款的特性，有的较润，有的较 Q， 有的有澎开。提供木的师傅更较侪发想的空间。
像这条椅啊，用苏林来茶壳结合细石的材质，创造出有台湾特色的复古风情。这个木吉他来自新竹山区种的香石啊，音色特别温润。国产相思木呢非常漂亮，和美国啊或是东南亚的国家呢颜色会不太一样。茶壳温度结合在地，情感国产木材中心的出发已经不是一日做树啊尔，是基台湾文化的传承、加环保的使命。之前小时候都是接受这样的教育，就是都是要爱护树林啊，对，然后不可以就是去做砍树的行为。我们早期的印象是这样，不要去伐木，不要去锯树，对。那今天来给我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哦，因为透过刚刚老师的介绍，他们一直在讲解说，其实国有材的一个运用，哦，是台湾蛮欠缺的。要突破1%的国产材使用率，那收入观念必须被重新的建立。对着进口材摒上价，透出脂肪敢会随之再起。错树啊，免话确保水土保持无被破坏，拢是台湾森林永续经营爱面临的挑战。